9天年假結束，開工日一透早，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特別開上路口，為各路民眾加油打氣。有人特別放慢速度，揮手拍招呼，有市民主動向前握手致意。陳廷輝服務團隊執行長蔡宏全也陪同到場，協助記錄市民反映的事項，甲團隊共同聽取人民的聲音。早安，大家早！上班加油！謝謝，上班加油！9天連假，今天是第1天，所以呢，我們希望給大家滿滿的加油。尤其9天哦，大家應該都做了所謂外出的一個規劃。那今天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崗位，我相信大家是要所有的戰力滿滿，所以我們希望說在一大早就給大家一個最加油、最快樂，然後最心情愉快的氣氛，所以要替大家加油打氣，祝福大家都能夠工作愉快、工作順心。現場有不少民眾趁機反映問題。有通勤族提到尖峰時段路口車流多，希望改善號誌甲分流動線。嘛有家長關心學校周邊同學安全甲停車問題，希望未來會當加強規劃。陳廷輝指出，街頭的每一個聲音，攏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說數。只有行入人群，才會真正知影大家在意的是啥物。伊進一步表示，選舉不只是競爭，而是一次重新聽取城市需求的機會。這段時間，伊也持續行入市場、社區甲街頭，就是希望將台南未來藍圖建立在市民每一天生活經驗上，讓城市發展既有方向，嘛有溫度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